香港嘅語言特色咧就係講廣州話，經常加用英文字。從學習英語嘅角度睇呢，弊病好多。其一就係任何一個加入去本地話嘅英文字呢，都自然順從咗本地話嘅語調同節奏。呢度有一個例句，你本 passport 呢？嗱，呢度裏邊嗰個英文字呢，似乎人人都識，但係好多人就忽略咗一件事，英語凡係多過一個音節嘅字呢，都要分輕重去讀嘅。嗱，呢個字咁啊，前邊嗰個音節係重，第二個音節係輕，因此要讀 passport。你講 passport 呢，就係錯咗噶啦。同 passport 讀法差唔多嘅字呢，呢度有4個，千祈唔好讀 bookshop、workshop、bookmark、bedroom， 一定要講 bookshop、workshop、bookmark、bedroom。Oh yes, for what it's worth, here's my passport。 For what it's worth 呢，就日常用語，意思就係我知都冇乜用噶啦。講本地話經常加上英文字，我講過弊病好多。中文係單音字，講起話上嚟係應該有輕重之分嘅，但係大致上嚟講，每個字嘅長度都係差唔多。英文嘅單音字係點呢？輕起上嚟呢，可以好快好含糊都得，重起上嚟一定要有頭有尾，不能夠中間切斷。你聽呢個字 mind， 你點樣讀法都係 mind。好啦，而家將呢個字呢，收入本地話嗰度啦，你想講呢句，對本地人嚟講呢，數嚟數去都得4個字嘅啫喎。於是，一般人呢，就擅自將個 D 音省咗先，讀成你 mind 唔 mind 啊？有啲人覺得咁都係辛苦，於是擅自呢，再將個 N 音都飛埋，你 mind 唔 mind 啊？都唔知你講乜，好肉酸下嘅。既然你覺得執到正講你 mind 唔 mind 啊咁翹口，點解唔索性講？你介唔介意啊？我主持呢個節目當然會盡量保持客觀嘅態度啦，但係間中會表達啲主觀嘅見解，提出嘅批評呢都係善意㗎。我講過，講本地話加英文字呢，好容易將英文字嘅輕重音搞錯。俾多個例你啊，呢個女仔名 Kitty， 重音係在前嘅。我哋好中意講 Kitty， 夾硬將第二個音節拉高重讀㗎。私下我哋中意點讀咪點讀咯，但係公開或者喺電台電視廣告裏面呢，我認為一定要執着啲啦。好似呢個字咁，擺明係 Lipton， 呢一個字呢，擺明係 Epsom 或者 Epson， 重音呢都係在前嘅。如果唔中意中文譯名，堅持用翻英文嘅，就絕對唔可以讀成 Lipton 或者 Epson 嘅。中就中，英就英。唔三唔四，我認為只會將商品嘅形象破壞，尤其是嗰啲高檔產品呢，商家同廣告製作人呢，真係要加倍留意旁白英文嘅讀法。尋日講及電台電視廣告意猶未盡，今日講咩呢？你睇下呢一句先嚇，一共有4個字，語調輕重點樣處理呢？視乎你想講乜。如果你想強調呢架係我嘅車，唔係嗰架。This is my car。如果你想強調呢架真係我嘅車，唔係假㗎，就係 This is my car。如果你乜都唔想強調嘅咧，就咁樣講 This is my car。如果你想指明啊，你呢架車令到你足以自豪呢，你就話呢一架係我嘅車 ，This is my car。My car 就係我嘅車啊 ，My car 就係我嘅車。有某名牌車呢，就以 My car 做宣傳主題。個目的當然係想啲客呢覺得擁有嗰個牌子嘅車引以自豪啦。點知英語版本呢就做到十全十美啦。本地話嘅版本呢，負責旁白嗰位仁兄將 my car 讀成好平凡嘅 my car， 乜嘢效果都冇晒。我好中意車，因此想講多啲關於車嘅事。英美嘅車有英文牌子啦，德國車有德文牌子啦，意大利車有意文牌子啦，法國車呢有法文牌子啦，日本車呢就周時有啲英文牌子。我講嘅係真正嘅英文啊嚇，唔係用啲英文字母串出嚟嘅古靈精怪字啊。嗱，好似呢個字咁，讀法呢係 accord， 呢個嘅讀法呢 concerto 或者 concerto， 呢個嘅讀法呢 prelude。每個字都有個好好嘅意思。
咁可惜行頭裏面嘅人啊，十之八九呢，都將呢啲字讀成 accord、concerto、prelude， 整下呢，連啲客啊同一般人都照錯如兒。最弊嘅呢，就學生都受到影響。係做生意咪，只要生意好，點樣讀個牌子都冇乜所謂啦。但係讀得正啲，形象會唔會好啲呢？或者索性用翻中文譯名啊，會唔會俾人聽得舒服啲呢？